台湾消保协会稽查全国市面上的30件枸杞，结果全部拢验出重金属，连有机的产品嘛有。这消保协会就呼吁政府应该制定专门检验的标准。即马流行养生枸杞常常被用来做食材、泡茶，或者是直接食。不过，根据台湾消保会抽样全台30件枸杞，全部检出重金属残留，主要有镉、盐，就连有机产品也拢有。听到安尼过，心肝都感觉毛毛的呢。我这老人食就不知影紧无。哇，安尼叫我后盖我呐，搁加买。哇，落，这着爱有关单位着爱了啊，搁了啊较重视的啦。消保会质疑除了照中药材规范卖枸杞，目前市面上卖枸杞检验标准上先过做基准，不过台湾敢若部分种枸杞后，市面上枸杞拢是经过勘锁，也就是用打鼓的方式来卖，而且全部拢是进口中国上市。在种加工过程中，可能是有污染或者重金属，呼吁政府应该制定更加合理的标准。教授还有产品上面至少要设置警语，好，那类似说要提醒消费者每日的摄取量，好，那在修法或是检验还没有完备之前，我们希望政府跟店家至少能够做到这2样事情。人体无法度真轻代谢镉甲盐，长期食过量，危害健康风险也增加。能够提供这些所谓的检验标准的这些的中药行，或者是到中医诊所里面由中医师开出来的这些所谓的科学中药，那这些就没有所谓的累积残留的问题。消保会也建议参考国际食品安全标准来推算，大人每日食量唔通超过20公克，有身的妇人、囡仔甲有机功能不全的人免超过10公克，避免长期过量来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